再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出席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独立建国55周年，甲国王恩史瓦蒂3世55岁的生日咯。总统伫致辞的时，感谢史瓦蒂尼定定伫国际上帮台湾发声，嘛希望讲两国的邦谊会当永续。国王伫致辞的时嘛头一个讲到蔡总统的座位嘛伫国王的妈妈甲王妃的边仔，是真受到礼遇。 总统蔡英文参加咱非洲友邦史瓦蒂尼55年国庆，嘛是国王恩史瓦蒂3世55岁生日，插有咱国家国旗的车驶入会场，台牛比照王室成员含各国元首。国王恩史瓦蒂3世伫列车顶悬向参加国庆的人致意。致辞的时阵，更加头一个讲到蔡总统。Excellency President Tsai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蔡总统嘛对史瓦蒂尼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一直为台湾发声，佮用史瓦蒂语讲感谢，嘛希望两国会当对55年的邦交行向1世纪的目标。I must als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thank Eswatini for supporting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ast year, His Majesty the King once again spoke up for Taiwan's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I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now and in the future. 蔡总统的位置就安排在王母的边仔，另外一边是王妃，互动看起来真好。史瓦蒂尼55年的国庆，佮有年岁上细汉3岁的小王子，嘛请军装出场，带领仪队进古水。 史瓦蒂尼55年的国庆，包括南非前总统赖索托以及各国的政要拢来参加。蔡总统这届唔但要稳固邦谊，嘛要拼台湾的外交空间。记者综合报道。